哦，往前往那个中山高速公路，往右前往那新营休息站。哦，你看有阳光照，跟有那个阴影的不一样啊。前往那个山那是关子岭吗？还是哪里？阿里山山脉还是大洞山啊，在里面的，还是有中央山脉？有没有玉山山脉？网络搜寻，中央山脉才是最高的。刚刚有那个高铁往北上，通常没有多久会有南下的。天气很热啊，台南预计中午50热的时候有热到39度的，超过体温完了要穿白色衣裤哦，白上衣啊，白长裤啊。天气超热，超过体温完了要穿白色的长衣长裤。印度人你看那个穿白色衣服长衣长裤的，因为那边太热了。网络传了有48度的话，台南的预计39度啊，印度48度，这么热。高铁火车了，网络传的消息，前往那个台铁，网络传的消息，高铁火车嘉义太保还是到哪里？嘉义太保到高雄仁武，这个两旁说可能要盖公路呢，可能先盖那个新市关田到新市那一段呢，帮助南部科学园区的。然后2032年看看有没有什么成就。